小姐，你为我们问不咯？莫非又想让人读诗去吗？真是想出门就要，怎奈一再求恳弟弟，他总是不允。是啊，我听员外说道，可惜小姐是个女子，你若是个男的，就放你去了。我啥是个男的？你说，我意料之一了。应该做是他谁？小怪，小姐要想出门读书，怎奈员外一再不用，因此小姐郁郁中人，得了一病。这可是何时好？让我去看来。员外，小姐刚才上，你不要去惊醒了她。员外，一辈子之间，不是请过卜卦先生来，就一个你呢。倒也是的。卜卦先生，小姐，员外请你进去。人生，你我要小心一点。员外，卜卦先生来了。员外在上，卜卦人施礼，请坐。谢员外。请问员外有何疑难？郑小女向皇城读书，是我不用，为此犹豫成题。彼知吉凶时候，得请先生一搏。是此待我不来。员外，造化看来应该让灵儿出门读书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是啊，正他流年一马心照明，身居贵王，空有灾难。员外，还是让小姐出门的好。皇城更是大吉大利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哎呀，再这么死的，再这么死的。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女人应得。应得，你经过戏弄的母亲。弟弟，
你若家长男子一无破绽，事情你总该等我去了。真是无脑！为国千金，出门就养，跑头路年有失体统。要读书，为父可请先生来府教导。弟弟，这行人有名师，终有名师，怎奈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为父是我放心得下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员外，如果不放小姐出门，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，如何是好？这个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应来，你一定要去，为父一力就是。弟弟，但有一件，你此去家长男子，切不可露出破绽。3日夜晚，无需说归。倘假有要事，一件家事即说归来。女儿遵命。不是在此两入片刻。家姑，定内有人。看他们也是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到此去的。沈兄请了，小弟有礼，这厢万里。请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姓作名应台，上与作家称臣氏。哦，沈兄是规矩2、3辈。啊，
神兄本是去杭城读书，正是。小弟已去杭城访师聚友。好极好极。你们到哪里去的呀？到杭城去读书。我们也到杭城去读书啊。那巧极了。小姐，小姐好端端在家里，你替他责任。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怎么灵妹也想出门读书？神兄有所不知，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人清美，吃饭就要上人，姐妹一心相同嘞。我想男儿过手尽是头，女儿读书也应该。再怪我弟弟太过执中，又留下小姐妹。了在高人，了在高人。神兄来临，谁见？自动大爱成我心。男女都是无谋生，女儿读书名利也该应。我在大天下男子一般呀，难得他一位女子抱不平。想再过两盆一月四千上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名。周仁兄，小弟有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神兄有见教，下山北无兄友，无弟亦无妹，亦无姐，逾越千里来相会，得与神兄心欢喜，亦愿与你俩结拜，为子神兄可愿意？都称神兄不见气，近来几年为兄弟，从此都是有两不，小弟哪有不愿意？话虽如此，只是里头未得相助。不妨出土为香。请问周仁兄今年？小弟106岁，我今年已17岁了。有道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请上就我一杯。就我一杯。同唱同歌两不
嘿，你看什么？夜里呀，你我同窗3年贼，今日会见二怪，只有女子的二怪。夜里呀，你这耳朵为何硬？两兄，你做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停？杀死我的二怪，想起当年真小死神。作家曾年年有描绘，称人叫我扮观音。哦，只有你在下菜泥，我在呀。哦，夜里不必怒气生。梁相公，先生唤你。哦，夜里少得义兄去就来。小姐，员外又有信来了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离家读书已3载，老母是风风家事催我回。至今有病怕儿归，我难杀，只心两三杯。小姐呀，你既然难杀梁相公，倒不如拜托师母做大媒。什么应的？谢师母，应的到此何事？弟子想拜别先生师母，即刻回去。无故就要回去，只因老母有病来信催归，明日一早就要登城。既然是此，理该回去。师母，你还有言相告？还有？没有什么。师母啊，师母啊！
我有满腹心事却难开，因为有话谈讲无方。因为原是叫长伴，师母心里早明白。什么？师母，你早就明白了？谁来取材肉山菜，教育师母为何来？啊，师母啊，西派府的肉酸菜，还叫你兄两三杯，倘得师母来肉菜，大恩大德那方为。因为故事多情语，300余代也有在。师母
兄，你原不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赢的不是女和尚。前面到了一条河，飘来一对大白鹅，用的就在前面走，吃对面叫哥哥。你家相公相丈夫，可叹你两兄相差眼头我啊！既然我是爱对我，从今你莫叫我两哥哥。眼前一条大木桥，两兄，我心有慌，胆有小。女婿无力过家去，你我好一比女郎妓女不恰恰。这里还有一曲经，不知今岁多少岁。你看今的两个人，一男一女笑盈盈。哎，女婿明明男子汉，你为何将我比女人？前面打了观音堂，手指观音手上放。观音大士没来走啊，来来来，你我上上来拜堂。夜里越晒越荒唐，两个男子走北堂。远远过来一对女，我都敬给女伴儿。白女弹琴女不懂，可叹你两兄本是女。哎，
感应。死就给我为啥去？我送你银台到长亭。两兄，小弟虽话不留心，两兄需要怒气生。万年东厂谁做人？谁送小弟到长亭？谁把你相送到长亭？谁把你相送到长亭？你我爷俩分开，弟子两兄可曾起王配？早知愚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为无来。啥时两兄亲未定，小弟替你做大媒。夜里替我来做媒，未知千金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姐妹，不知两兄可惜哎。九妹今年有几岁？与我同年啊，乃是双胞胎。九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品貌秀相做英台，未知曾八开不开，家务做我先英才。多谢爷的来约财。两兄花轿早来我呀你乞巧之事。哦，蹊跷。我家来，比难分开，心中相思千句话。来往
师母，三伯，看你心神不宁，为了何事？师母，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须该归去。我有一事，正要告诉于你。师母，请讲。应得与你同唱共度雨伞在，他的心事你可明白？你此去是非方应得，再问你他到底是侬还是女君才？愿你为家国长官位，师母你为男为女好机会。他灵应玉叶神相托，托母替他做大媒，心烦就是肉酸菜。还不知夜里要去谁？三伯啊，应得原是女子吧？应该是个女的。是啊，应该是个女的。是此嘞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。应得他自己做媒，自己配。既有婚呀，理应早娶就亲。你即刻禀明先生，下山放应台去吧。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你是往下山岗，匆匆前往。想起了18里相送心慌慌。
的两兄长。眼前已是长亭在，在长亭轻看许九妹啊，想不到九妹就是祝英台。英台，你这个妹啊，做得对。心中七彩肉烧在，欢欢喜喜唱起来。应来叫我作家找相会，很不得插翅飞到他帐台。小姐，梁相公快要来了。你怎知道？昨夜烛花接了上人，常言道烛花上人，喜日来。喜日，喜日，弟弟，英台，你的喜日来了。今日陪在我家来，为母将女儿亲自陪。弟弟将女儿做生配，铁丝两月催心慰。弟弟将女儿许一岁，他就是有财有势，他手指马为财。弟弟，女儿不配，门当户对，真实不配。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为母有偿杀得你离开膝下，怎奈女大当家，为母岂能误了儿的青春？弟弟，女儿不虐。哦，你在杭州读书时节，莫非宁信，你陪小弟读书3载，做了些什么？家
人心淡水无妨。小姐在昂人读书3载，与那归期2、3百相公。2、3百。年纪近了，形影不离。哦。18里送别长亭，小姐话。小姐话请看诗句美。我好也想劝劝不行，恰女来才话有了儿女情，美目姻缘你不愿，你辜负我老婆一片心。自从万古分天地，哪有为女私定亲？马家是又美又拼又无名，2、3百，他与我做家难联姻。弟弟，请他进京。做人辈，小在北京，梁爷子是我为人缘人，请坐。小在冒昧登门，望神不大人见谅。哪里哪里，梁爷子像是路过而生。乃是特地朝府与神不大人问安。不过，身边也往往引来也里。让我来送。梁相公，请用座。人生有请弟弟。人生妹妹，是就梁爷子远道而来，请到四房小坐片刻，到明迎待出见。哦，来，陪梁相公四房小坐。是。梁相公，请。谢人不大人。
宁先，去请小姐下楼，有客相访。是。二妹，你叫小姐先来接我。是。梁兄，梁兄。弟弟，应该两三百30人前来相访，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年纪近来同窗山寨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你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为人已育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有父母做主。弟弟因念女儿在长亭轻看许配，妩媚无品，做事不对。与师母为媒，与孙才为姘，与理无愧。马家乃是尊英世家，发耀门第。梁家虽是平安，却是清白人家。应然，你好无礼，岂不知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？你让正面本我胡作非为，不但有辱门楣，亦为礼法所不容。应然，为父平生哪一件事不倚重于你？唯有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。为父一家里许马家，万难应该。年龄300有结拜之年，就用你一件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另娶淑女。宁先，有请梁相公。是。应得，不要离隐瞒面，有失礼数。梁爷子，沈不大人。应得借故梁爷子。梁兄，梁爷子远道而来，是老朽不能奉陪。应得，你同300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不得怠慢。
宁先，你陪四舅下去歇歇。是。梁兄，你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兄弟相称。如今你已这般打扮，我还是趁眼里，还是在读书时间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应该兄弟相称。如今不妨兄妹相称。叶妹，梁兄，梁兄，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请到小妹四楼小入。好，梁兄，请。还是叶妹请。梁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叶妹家居相比安生，托梁兄之福，夜晚好。梁兄此来是路过万事得到，特地到此。一来与陈不大人问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那一日街道道上送你归，你在家有小九妹，长亭上面住的美，与兄弟带你对门就起来。梁兄啊，你他九妹是哪一个？就是小妹做引队。义兄知道就是叶妹啊，两三杯
世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不妨。梁兄，小妹是从聘你回家，弟弟做主，已将小妹啊？已将小妹终身。怎么样？呀！结姻来，终身儿是放出看，李大寿有金手腕，莫非他另有把婚配？大江山北非你采，哎，不为啊，不为。他在长亭寺做媒，怎能够反复无常领婚配？做事有想心已乱，倒不是先去问明白。梁相公，有心方才你家小姐言道，弟弟做主已将终身，难道说你家小姐已婚配？原话做主，将小姐终身，许那那他手指指马文才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小姐。梁兄，梁兄，
才我有二关，我面红耳彩口难开，可记得在巴黎相送上的路，我一片真心托彩来，我叫你心中双双来照应，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堂拜，临别亲口许久美，念着你花轿早来抬，谁知道我与两兄难成对，我弟弟晕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难成婚，我弟弟受了马家骗，我与两兄难成缘，我弟弟因过马家人，谁知道天长地久，夫妻还想不到报答鸳鸯两分开。银带三彩心头娃，我观察青铜口无言，荆棘离谱三根毛，狂风吹在平不知道有情人终能成眷属，才有知今生难去终应回望飞飞不知所
为你，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不由得爱你。是雨啊，两兄。也妹妹我想你，一块薄在无心里。两姑姑，我想你，三餐茶饭无滋味。也妹妹啊，我想你，那才不想大夜里。两姑姑啊，我想你，那也不想到今天。你想我，我想你，心生了那真夫妻。手中取材月水人，双手奉还做爷们啊。可恨心为难作比，我挖土是我做大妹四弟爷妹为家门。两兄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死在你家中不成啊！啊，两兄啊，你须在伤心话，问两兄今
真伤悲。爹娘啊，儿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死，也要真伤悲。落叶满地秋风劲，依然相思一岁岁。两兄啊，你几时病好来看我？从前吵架几杯酒，小姐，方才死囚前来报信，他是梁相公。梁相公，梁相公他去世了。小姐，小姐。人心。三番如此，却而所造，你为何做事不理不睬？难道你还想念那200不成？想300已死，生死不能不生，还是听为父之言，好好诉状上交。你为何千言万语中却不信？女儿立誓不嫁人，立不家教谁官位？我宁死不上马家门。不上马家又是何
兄身不动路长似动文，岂有此理！相为母替你派了这门高亲，难道还颠覆了你不成？你竟敢如此放肆！你要我气死你亲生老母！两兄一死8年婚，老母必家生生财呀！我胸中早有旨意在，生死都在2、3辈。弟弟，你一定要女儿上轿。女儿就依从弟弟。意料就好，只是请弟弟依我一事。讲弟弟逼我上轿迎，女儿有事来求恳。叫前2盏白烧灯，叫后3千紫人丁。花轿先到吴家镇，应得要背书进兄门。应得，今天是我儿玉桂之期，你怎能把一束帛前去祭为？弟弟啥事不答应，要我上轿万不能。小姐，一把，我就依你。可有一点，你须里面穿红，外面扎白。等祭文之后，特去把衣束帛，好到马家交办天地。宁信，叔叔不是小姐梳妆上轿，不得有误。丞相，启禀小姐，来此已是吴教镇，请小姐出轿。两兄啊，两兄，不见。
两兄啊，谁指望天中人月真江雨？谁知晓西桥未叫乌鸦叫？谁指望啊你生小官的来人妻啊？谁知晓未到人我在头恰脚？谁指望啊大红花轿到你的家？谁知晓白衣书房来？